各位好，過去一個禮拜，香港接連發生多宗嘅狗隻襲擊事件啦，其中兩單呢震動全港。等我哋先簡單交代翻兩件事嘅經過。第一單喺元朗8月17號下晝，一隻重達50-60公斤嘅大型犬，叫做拉里，懷疑係西班牙獒犬同撞獒嘅混種，喺 YOHO 商場範圍短短20分鐘之內，先後咬死兩隻小狗，一隻係17歲嘅迷你貴婦狗，肋骨被咬斷，肺部撕裂，送院後不治；另一隻係4歲嘅比熊犬，叫做微微，被拉里咬住條頸拖行，狗主情急之下又腳踢又淋水，又用食物引開佢注意，3個方法都用盡，都冇辦法令到拉里鬆口。最令人痛心嘅係呢隻拉里原來早有前科。7月10號佢已經咬穿過一隻哥基犬嘅耳仔，當時俾漁護署扣留，之後交翻俾狗主，點知1個月之後再釀成今次慘劇。而兩次出事嗰陣呢，狗主都唔喺現場。第二單呢，喺打鼓嶺8月20號，一間寵物酒店同犬隻訓練中心入邊，33歲嘅女持牌人被一隻30公斤、只係1歲大、入住咗10日嘅寄養唐狗襲擊，頭部、頸部同雙臂多處撕裂，最終不治。呢單係香港近年罕見嘅狗咬死人命案，短短5日之內，由元朗咬死2狗，到石澳渣甸山有人俾狗咬傷，再到打鼓嶺奪命，一宗又一宗嘅血案，迫使我哋不得不問一個問題：呢啲悲劇究竟邊個要負責？要揾出責任誰屬，我哋唔可以簡單咁指向任何一方，因為每一單悲劇都係一連串失誤疊加嘅結果。咁先講最直接嘅責任，飼主元朗拉里嘅狗主，責任無可推卸。一隻50-60公斤有攻擊前科嘅大型犬帶出街，竟然唔牽繩、唔戴口罩，仲要喺狗主唔在場嘅情況下走甩。屋企嘅鐵絲網圍欄更加俾人發現有一個大窿，懷疑就係拉里當日逃出嘅位置。呢啲全部係飼主嘅失職。漁護署已經控告佢2項容受大型狗只進入或者留喺公眾地方嘅控罪，最高可判監禁。但係如果我哋只係將責任推晒俾一個狗主，我哋就錯過咗更深層嘅問題。大家知唔知啦？呢隻拉里嘅身世，佢喺短短5年入邊已經輾轉經歷過4任飼主，多次俾人棄養。一隻狗俾一個又一個主人收養，然後一次又一次俾人拋棄。佢嘅攻擊性唔係天生嘅，而係喺長期缺乏安全感、長期冇人正確管教之下，一步一步逼出嚟嘅。拉里本身其實都係一個受害者嘅。再講機構，打鼓嶺嗰單更加諷刺，死者本人就係寵物酒店嘅持牌人，佢嘅專業就係照顧狗隻，但係結果佢死喺一隻自己收養翻嚟，只係入住咗10日嘅唐狗口下。呢單案暴露咗一個現實：香港嘅寵物寄養行業缺乏統一嘅風險評估標準。一隻30公斤、1歲大、可能帶有攻擊傾向嘅狗，應唔應該由一個人單獨近距離接觸？應唔應該有第2個人喺場？呢啲呢都係行業規管嘅空白咧。然後係制度，漁護署7月10號咧已經扣留過拉里，之後交翻俾狗主。呢個決定咧，當時有冇附帶條件？有冇要求狗主改善圍欄？有冇要求佢接受狗隻行為訓練？如果當時有更嚴格嘅跟進，8月17號嘅悲劇係咪可以避免制度嘅漏洞？就係喺扣留、交還、再出事呢個循環入邊，完全冇一個評估同監管嘅機制。最後係整個社會香港嘅養狗文化長期存在一個問題，好多狗主將愛狗等同於放養，以為俾隻狗自由奔跑就係愛佢，但係佢哋忽略咗一隻狗嘅攻擊性，往往正正係因為主人唔識管教。由村屋放養嘅唐狗咬死白貓，到商場大狗咬死小狗，背後都係同一個問題：管束不足。咁呢隻拉里咧，應唔應該人道毀滅？呢個問題冇簡單答案啦。
支持人道毀滅嘅人會話，一隻咬死過兩隻狗，有攻擊前科嘅大型犬，如果放佢返社會，下次咬嘅可能係人。公共安全啦，應該凌駕一切。但反對嘅人會話，拉里嘅攻擊性係人類一手造成嘅。佢俾人棄養4次，冇人教過佢，而家要佢用生命埋單，公平咩？將責任推俾一隻狗，然後人道毀滅佢，其實係人類逃避責任嘅最方便方法。早前有傳聞話拉里會俾漁護署人道毀滅，仲有動物組織引述狗主話喺警署俾人要求簽棄養書，但漁護署最新嘅講法係拉里暫時唔會俾人道處理，佢嘅命運仍然懸而未決。呢一連串嘅血案呢，令我哋諗起2000年，當年香港就係因為狗隻襲擊問題，火速訂立危險狗隻規例，禁止4種格鬥犬，要求大型犬戴口罩，用短帶牽引。但20幾年過去，規例執行得點？元朗拉里嘅狗主涉嫌多次冇妥善管控大型犬，先至會被檢控。法例有，但係執行同公眾意識追唔上。真正嘅問題從來唔係狗，而係人。每一單狗咬人、狗咬狗嘅悲劇，追溯到底都係人類嘅失誤，冇管教、冇牽繩、冇評估風險、冇盡到自主嘅責任。狗只唔會為自己嘅行為負責，因為佢哋根本唔知自己做緊乜。要負責任嘅，由頭到尾都係人。如果呢單嘢有咩教訓呢？就係呢一句：養狗唔係權利，係責任。當你決定帶一隻狗返屋企，你就同時背負咗一份責任，保護佢，同時保護其他人。呢份責任，任何藉口都唔可以推卸。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集再見。